国内新冠疫情压悬，顶礼拜重症甲死亡的人数拢创下今年的新冠纪录。有立委就咧关心最近这快筛试剂欠货的问题。卫福部长邱泰源就强调，今仔日已经伫咧三大超商分配4万份的快筛试剂，互民众会当买。另外，嘛会甲病院分级分流做好，别个互急诊大塞车。 国内新冠疫情冲甲真紧，疾管署有讲，疫情高峰会落伫6月底7月初，到时阵一礼拜，看医生恐惊有20万人次。啊，毋过最近有真侪民众到社区邮局想要买新冠家用快筛试剂，煞买无，引起不少民怨。在野党就会质疑，国内医疗量能甲防疫物资是不是充足？那现在是快筛，大家其实都买不到。 那你什么时候这个量能可以跟得上？我们先铺2个，一个是连锁药局，然后所以到连锁药局一定买得到。另外就是有个超商，那个超商，3大超商现在已经都铺路了，比如说莱尔富、全家，还有康士美。另外，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伫社群媒体宣布，美国建议有新的福人人甲健康的囡仔做新冠疫苗。外界关心台湾疫苗政策是不是对得住？疾管署也做出相关的回应。我们国内目前也是安排在6月中旬，会再开我们自己的 ACIP 专家会议来讨论我们今年秋冬新冠疫苗的接种对象，但也会参考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最新的建议。卫福部强调，已经为真侪方面准备，包含疫情监控、药品供应、甲快筛试剂精算等。拜三会有4万份的家用快筛试剂铺货，这礼拜有60几万快筛试剂到位，快筛量一定充足。另外，外界烦恼疫情清悬是不是会互急诊来塞车？卫福部表示，会将病院分级分流机制做好，请民众放心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